好，来继续来看这个民众党伫个地方党部的干部，有几哪个，几哪个，最近拢互晓出着过去的黑历史，是甲民众党这个白色力量的好名声拍歹了。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为着要来指挥，今仔日特别开记者会，宣布讲，民众党甲会计师事务所签约，成立着第三方的平台，要来建立党内的检举制度。若针对高虹安最近的争议，郭文铁讲会利用新制度来调查。另外，新竹市的前文化局长钱康明呛讲，后续要阁也真济了。郭文铁讲，有关钱康明的代志，高虹安已经有准备对方的资料，讲到时阵公布了后，社会自有公平。具有党职的全部清扫一遍，每个人有过去有没有什么前科啊什么，全部把它调查出来。下定决心整理门户，民众党最近你黑你红的争议不断，郭文铁亲身说明，和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建立党内检举制度，避免这案。不过外界就想要问讲，高虹安的问题是要安怎来处理？我们就刚好这个制度要上线嘛，刚好来用来检视高虹安刚好。要被暗看，表态讲将会主动调查高虹安。不过新竹市前文化局长钱康明的手顶有去年新竹跨年暗会的资料，呛声讲未继续压了。针对这点，郭文铁更加有准备。他昨天都是有跟我报告了一下嘛，不过高虹安那边也会准备他们过去对他的一样嘛，也有收集他的资料所以我觉得两方都公布以后，你知道社会大众会自然会有一个评论的不过党内检举的新制度范围包括着违法违纪，也有贪污、性骚扰等等的问题。说好民进党立委林俊熙口说讲，将所有的责任外包。嘲笑说我们说台湾民众党连这个什么都要外包，至少比民进党你知道吃案好吧？对。面对民众党的指控，郭文铁提出第三方检举制度，面对主题兵争议主动调查，无被暗看，两种方法同齐进行，顺利来指挥。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